Ready, fans。嗰時咧，即係講完之後咧，而家之後有嘢嘅，係見到畫嘅，即係有陣時可能畫到一太高嘅，因為即係講完之後咧，然後或者畫到嘅，因為我太習慣咧就嘅事情，因為俾人哋講完之後咧，其實你呢啲講嘅我哋唔好意思。相反咧，如果係低少少咧，其實有啲人講嘅時候。即係佢成個都係自己知啊，即係聽唔到，因為佢講聽唔到咧講，即係因為對面其實都咁講，咁如果講呢啲咧，其實冇所謂，所以即係如果咧講嘅話，如果啲點講之後咧，即係可以即係都係做嘅，只不過可能佢有角度低少少。即係係啊！呢個就係唔係 carry 上先就通常第一次就係啊係，即係我覺得係可以考試下咧，就 carry 就試下，唔一定就行，或者可能試下個低啲嘅，即係或者佢嘅環境咯，即係唔使一嚟就可能即係 explore 下或者慢慢差，即係我覺得可能有其實一開頭嘅就打車嘅，跟住可能有啲就比較。有陣時咧，都係呢個你搖個位咧就咁樣行。雖然呢個就冒險啲嘅，其實係要嘅。所以問我嘅話，安全啲啊，安全之後就盡量少因為呢個倫敦個 streetway 會冇咁高，同埋容易俾人 intercept，同埋佢揸翻高嘅話。喂呀！好。除非咧，好似啱啱其實佢都係 carry 之後斬上波，啱嘅啫，佢係波咗高嘅，因為 Alan 佢喺上位，咁啊係因為。Captain Harry，我食清咗㗎啦，自己繼續打啦。喂，所有老湖國之神，哎 good，勁嘅。哎呀，有喎！細腳